今年18區 RPP 出爐啦，等我睇下沙田區嗰份先。歡迎嚟到交通生活頻道，我係計數仔。大家可能都有掃過份 RPP， 都知今年沙田區好難。成份嘢令我諗起2021至2022年度南區 RPP。首先，九龍塘最後一條巴士線都不保，換返條81K 特班，不過開車時間就怪怪地，算係補償返某關注組嘅願望啦。之後281B 同281X 縮時，不過九巴偷雞將281C 朝早逆向減到1粒鐘一班，唔好當我睇唔到啦。馬鞍山區算叫好彩，睇到988朝早慢682X 就翻山，不過換咗名。另外14鄉又多2條特班，睇嚟又有啲台底交易啦。不過我哋今日就專注講下大老山隧道2條路線嘅合併。我哋就先講 80X 同 83X 啦。九巴聲稱 80X 同 83X 喺非繁忙時間載客率得個2成至2成半左右，所以建議呢2條線喺星期1至6非繁忙時間同埋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合併為 80X 特別班次，即係點呢？ 83X 喺呢段時間就會消失，交俾 80X。80X 行完秦石同沙月博之後，就唔會再經江貝街休憩花園同沙瀝公路，而係經水泉坳街入去水泉路總站，再好似 83X 咁經多石、牛皮沙、黃泥頭先入大老山。九龍走線就不變，班次就會由20至30分鐘一班加到15至20分鐘一班。至於兩範雙向服務就唔變，包括 80X 同 83X 現有嘅特班同埋 83A 等等。呢個重組令我諗起21-22年南區 RPP 4號同71號嘅合併，九巴好似用嚟試班區佬啲水溫。自屯馬線通車後，九巴主要先解決咗啲鐵路接駁線，例如281M。屯馬線一期通咗5年啦，九巴就針對一啲客量低迷嘅對外路線，而 80X 同 83X 就喺九巴 hit list 上面。一直以嚟，黃泥頭出東九龍繁忙時間夠客，但非繁忙時間唔夠客，要加埋沙田其他地區夾粉先出到條線。如果黃泥頭做尾站，咁另一個地區嘅人就要嘥時間兜黃泥頭，但係黃泥頭地理位置喺大老山隔離，冇可能做頭站，就好尷尬。以前89D 就正要兜黃泥頭，搞到馬鞍山受害，後來先將任務交俾水泉澳，而今次就揾秦石同沙月博埋單。80X 呢段路客量慘淡，非繁得2成客量，即係點開車都係虧蝕。人口老化又俾屯馬線打正，又同 89B 分薄，我都覺得呢個係抵死。與其繼續減班，不如合併去增加翻班次仲實際。你睇下對岸90同97啦，合併之後反而係吸引到一班覺得車密嘅乘客。我相信而家 80X 非繁搭車嗰班都唔係趕時間嘅老一輩，佢哋都會繼續支持 80X。至於 83X， 雖然水泉澳同廣旺區都係遠離鐵路，但係非繁忙時間客量都係差。好多廣旺居民好鍾意落去石門站同第一城站補鐵，而就算水泉澳比黃泥頭多少少客，搭小巴或者行路落去沙田圍站好方便。尤其 83X 唔會好似288咁上水泉澳山上，要喺總站先有得搭。我亦會推測呢個合併可以鋪路下年將 85A 改為繁峙服務，因為 85A 其中一個棘手位係當年 82M 取消遺留嘅沙角街至廣園嘅督士位，而 80X 非繁忙時間正可以解決埋佢。Overall， 我覺得今次九巴揾城河東呢2條線做合併係無可厚非，但係我都會讚九巴有保留繁忙時間服務，同埋有加密翻班次俾人。講完 80X 同 83X， 仲有不保嘅係 82X 同 84M。九巴同樣聲稱2條線非繁忙時間平均載客率得個2成，
所以又係建議兩條線喺星期一至六非繁忙時間同埋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合併為84M 特別班次。地爵府 82X 呢段時間會唔見人，而84M 會變成循環線。沙田走線對稱一樣富安開、照行亞公角、濱景、第一城、威苑，過咗愉翠之後就要先上一上廣園，先再落返去大老山。出咗隧道就有啲複雜， 84M 唔再停龍翔道鑽石山站，而停 82X 嘅四美街站，但之後佢會出返去龍翔道，經黃大仙轉車站去樂富做循環點。司機就冇得休息啦，佢哋就繼續行程，經鳳舞街同東頭村道返去黃大仙總站，再沿 82X 走線經鳳德同荷里活廣場先上大老山。班次就由15至30加到15至20，同時 84M 特班嘅分段收費會有變，運業流會還原全程收費。而往沙田方向喺黃大仙總站同大老山隧道嘅分段收費會同 82X 睇齊。至於 82X 同 84M 兩範雙向服務同班次就不變。其實未有屯馬線之前，呢兩條線喺石門圓洲角至黃大仙鑽石山一帶重疊。其中比較長嗰條嘅 84M， 富安班人唔搭屯馬都晨早搭咗 85M 出去黃大仙啦。去威爾斯搭屯馬或者808又得，而其他路段都有 82X 或者第一城站覆蓋，唯一係佢喺樂富嘅獨市，但究竟有幾多人，大家心中有數，所以 84M 連繁忙時間都好一般。至於 82X 繁忙時間客量的確好，但非繁客量都比較差，主要都係靠廣園至大老山、黃大仙或者沙田區內去廣園班客。因此，我覺得非繁忙時間合併可以用最少資源去集中乘客去上返同一架車，而 82X 保留繁忙時間都係德政嚟嘅。講返啲歷史，其實呢兩條線已經兩度俾人擺上台，但因各自獨市位而被 ban。首先喺12至13年 RDP， 九巴曾經建議兩條線全日合併，將 84M 加經廣園就算。就因為唔入新蒲崗而失敗收場。沙田區區域性巴士路線重組計劃，九巴喺14至15年建議 84M 縮兩範同改經東頭村道，同時 82X 非繁忙時間經東頭村道拉去樂富，但咁樣搞到富安非繁冇咗架車，結果又擱置咗。睇嚟今次九巴醒咗，喺呢兩個建議上整合咗 84M 特班就 cover 晒兩條線啲服務範圍，改用循環線形式去平衡各方利益，而同一時間咁樣重組又可以間接補償翻冇咗 85C 之後鳳舞街同東頭村一帶去沙田嘅乘客。不過我會憂慮循環線會俾司機投訴，亦容易俾區佬話班次會不穩。此外，平時喺龍翔道東行上 84M 或者龍日樓上 82X 嘅乘客，變相要睇時間而去唔同站上車，都會造成不便，所以呢幾樣嘢有機會成為絆腳石。今年城河東果然係變成南區 2.0， 之前都只係處理一啲同屯馬線直接重疊嘅鐵路接駁線，或者處理繁馳限定線，最多都只係縮短 89B。但今鋪九巴唔留情，例如廣旺區呢個山頭兩條全日線俾人削走。不過我都覺得呢個係城河東嘅命運。城河東好多地區人口老化嚴重，你睇下例如沙角村人口結構就知出事，根本通勤人口都唔夠支持。雖然 85A 同 89B 呢啲大熱門就逃過一劫，但係我都預計下兩年就輪到佢哋，甚至可以睇下有啲客量唔算太差嘅路線都可能會被推上台。你睇下對岸38同42就知。今次我都覺得好彩，起碼上下範雙向都保留，但話唔定遲啲改埋做上範單向，甚至取消都有可能。視乎今鋪過唔過到班沙田區大帝嗰關，我預計九巴會不斷進攻，不斷將沙田區路線推上重組，
未來3-4年沙田巴士線可能會變得不一樣。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如果大家對今年沙田區 RPP 有咩意見，歡迎大家留言，記得讚好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大家收睇。